咁咧個對話咧，即係坐低見面啦，然之後咧就去到呢個資料搜集，知道晒佢人生呢8大範疇嘅嘢咧，就去入 step 3啦。OK， 就係咧你要為佢建設動機，即係佢點解咁樣做咧，同埋你要即係建設個動機，話俾佢聽個原因係唔夠，你一定要做到有個畫面俾佢，令到佢腦裏邊諗到個畫面，啲人先會有感覺噶嘛，係咪？咁你要知啦，你要建立啲咩畫面俾佢咧？記住一樣嘢，人咧只係關注4件事嘅啫，即係人嘅動機啊，人做任何嘢嘅動機咧，只係關於4件事。即係我之前講啊嘛，即係兩樣嘢就係追尋快樂同埋逃離痛苦啦。但係追尋快樂同埋逃離痛苦都係基於想追尋呢4件事嘅啫，係冇其他。我肯定同你講冇其他啦。邊4樣嘢咧？第一，父母 ，OK。第2，老婆仔女啊，或者老公仔女啦 ，OK 嚇，即係父母點樣可以過得更加好，老婆仔女點樣可以過得更加好 ，OK。第3嚇，可能孤身寡人嘅啦，但係唔緊要，佢有自己想要嘅，有夢想，點樣去追尋自己嘅夢想 ，OK 嚇。最後一樣嘢就係都係一樣啦，要得到他人嘅認同，要型要威 ，OK， 所以就要為自己有一個舞台，要令自己發光發亮，令最多嘅人認識自己，係呢4樣嘅啫。咁好多嘅 recruiter 咧產生一個好大嘅問題係咩咧？就係成日用錢去吸引人，即係同佢講話保險好好揾㗎，好好撈㗎，入嚟啦，入嚟做啦。可能你會 recruit 到嘅，但係我會認為機率好細咯，係咪？因為市面上總會有其他嘢都會揾到錢㗎嘛，唔單止做保險，可以做直銷，可以做地產，可以做其他嘢，係咪？咁所以千祈唔好用錢去到吸引人。你要知道一樣嘢，錢係咩？錢只係一種媒介，去令以上4件事更加好。OK， 所以你從事某一個行業去賺錢，賺錢嘅原因就係想呢4件事：父母、老婆仔女、夢想同埋舞台，去完成到呢4件事。所以賺錢只係為咗完成呢4件事嘅啫嘛，係咪？所以你就係咁同人講賺錢係冇用嘅。你要話俾佢哋聽，進入呢個行業你就可以賺到一個錢係嘅原因就係令到呢4件事可以更加好。OK， 好緊要。咁我哋用話術講下啦。譬如即係呢個就係大多數人都啱，即係除咗嗰個 prospect 本身係可能係孤兒咁樣啦。OK， 好啦，咁係人都想孝順父母噶啦，即係人都想，如果自己有能力啊，即係又唔好話係人嘅，即係我諗90%嘅人啦，即係都會想啊，如果自己有能力，都會想自己嘅父母過得好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用呢個做切入點 ，OK， 即係你傾下偈嘅時候咧，你就開始引入咯。點樣引入啊？其實我想分享啦一件我好開心嘅事情俾你聽 ，OK， 你想唔想帶你爸爸媽媽環遊世界啊？你有幾耐冇同爸爸去旅行，或者請佢哋去旅行啊？咁佢話：梗係想啦，不過香港地即係自己生活啊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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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樣，可能佢會講呢啲咁嘅嘢啦。跟住你就講：其實咧，我有件事咧，我係好開心，好想真心同你分享。嗱，你要記住啊，你之前同佢講8大範疇嘅時候，你已經建立咗一個真心交流嘅氣氛，所以咧，你而家係真心講緊自己一啲開心嘅事情 ，share 俾佢知道，千祈唔好做作。OK。我其實我有件事好真心，好想同你分享。咁我入呢行之前咧，咁我都係一個普通打工仔啦。問心講，即係揾萬零2萬蚊一個月，係嘛？咁我放工都冇時間陪屋企人。咁我而家入咗呢行之後咧，我達成咗一個我好耐諗都唔敢諗嘅一個夢想，就係我揾到第一個10萬蚊啦，第一個月咁樣。咁雖然唔係話好多錢，咁但係我第一時間點做咧？咁我就係即刻去咗旅行社啦，咁就買咗3張機票翻屋企。咁唔係去咩歐遊嘅，好近嘅啫，去日本嘅啫。咁買咗3張機票喺屋企咧，咁我咩都冇講，放喺屋企張台啦。OK， 咁俾我爸爸媽媽睇到啦。咁然之後佢哋第一時間係點咧？佢嘅反應竟然係鬧我，係嘛？話我浪費錢啊，揾到錢都係儲起佢啦咁樣。咁雖然我俾佢哋鬧啦，但係其實都好開心，因為即係你知阿爸阿媽咁總係會叫我哋儲錢咁樣。咁但係其實我都知道佢哋嘅內心咧，其實好開心，因為我終於有一個能力買張機票翻去，可以請佢哋去旅行。其實我都知佢哋好開心。咁最終我咪同爹哋媽咪就去咗日本旅行啦。咁嗰日
嗰次旅行所有嘅使費啊各樣，咁當然都我負責。咁啊，即係我好耐冇見到我爹哋媽咪係笑得咁開心。OK， 咁你一路講嘅時候咧，你好似好具體咁描述，要描述到好詳細嘅。好似我點樣詳細法咧？我第一時間去咗旅行社買咗3張機票放喺屋企個台面，成個動作出咗嚟噶嘛，係咪嚇？咁呢啲咪叫具體描述咯。咁佢腦裏邊就會諗到啊，你第一時間去咗旅行社買咗3張機票放喺台面，佢就會諗自己都想做呢樣嘢，係咪？咁啊再講啦，喂，講真啦，阿 Tom，OK，你今年其實都30歲啦。咁我諗你爹哋媽咪都60、70左右啦，係咪？咁而家我相信而家都應該係好健康嘅，係咪？咁問題係其實你都想請你爹哋媽咪去旅行，咁幾時請咧？而家60、70個咯喎，咁而家都仲叫做行得走得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呢段時間唔去揾多啲錢，令到自己達成到呢個目標，請爹哋媽咪去旅行，令佢哋開心下。咁唔通再等5年後、10年後，可能到期時，即係現實啲講，都拎緊拐杖啦，係咪先？唔通拎緊拐杖先請咩 ？OK， 咁如果你可以揀嘅話，你會想幾時請咧？如果可以今年達成呢一樣嘢，你會唔會想知啊？即係如果可以今年達成呢樣嘢嘅話，你會唔會想先 ？OK， 咁嗱呢度咧，你會睇到成件事係好感性啦，好真心啦，即係講完自己嘅故事，又好為佢着想咁樣啦。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啦，成件事就係我係有描述到個畫面啦。OK， 講到一個畫面俾佢知道呢樣嘢係佢都係想做嘅，佢憧憬住想做，而我做到咗，並且好具體地去旅行社擺機擺喺台面，呢啲個具體嘢要講到出嚟，然之後講到好觸動、好感性，但係同埋呢件事唔係好遠嘅，即係我唔係講到話請老豆老母去環遊世界，我只係講好簡單地請佢去個日本嘅啫。OK， 但係你要講到係用閒錢請到佢哋去日本啦。OK， 所以呢件事係可實踐嘅，你唔好講到話好誇張，我成過百萬去環遊世界，唔係呢種。OK， 咁亦都可以講呢一樣嘢係你人生之中嘅一個成長，即係咩意思啊？你可以俾你爹哋媽咪睇到你大個咗啦，你成長咗啦，並且係你自己終於做到一樣你想做到嘅嘢啦。OK， 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最基本一個最簡單嘅話術，就係關於建設動機，就係關於父母。咁同一件事咧，其實你可以套落老婆仔女上邊咧，套落夢想，套落舞台咁樣。咁所以呢度就係提供咗一個話術，就係關於父母嘅俾大家。OK， 咁大家知道咗 concept 咧，就可以開始去諗一啲關於老婆仔女啊、夢想啊、舞台嘅話術。最緊要就係要夠有描述到個具體環境俾佢知道，即係你同佢傾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知道呢4樣嘢邊樣對佢更加重要噶嘛，最重要噶嘛。咁你就講嗰一樣嘢咯。OK， 咁你講嗰個話術就要係類似我咁樣嘅。OK， 咁但係基本上我提供得呢個請父母去旅行嘅呢一個話術嘅時候咧，咁基本上都即係90%嘅人都中噶啦，90%嘅人都想孝順噶嘛，係咪？講多句突然間醒起，咁我通常我就會講嘅，我就會話你有冇發覺人生咧就係我哋成功嘅速度，我哋一定要比父母老去嘅速度要快。即係如果即係呢個我都係我自己嘅座右銘嚟嘅，即係都分享多少少就係我大家都知啦，我而家28歲啦，係咪？我19歲開始出嚟做嘢，然之後乒呤乓啷咁樣好快升到啲，然之後又乒呤乓啷咁樣好快就出嚟創業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好驚我爹哋媽咪老得好快。即係當然佢哋而家都未夠60啦，但係我都會諗一樣嘢就係我會因為我唔知道可能佢哋會幾時再老啲，或者幾時會離開呢個世界嘛。咁所以我會想係佢哋仲係好健康，仲係睇到我係即係仲可以享受到我送俾佢哋嘅嘢嘅時候，我會想我係盡快成功。所以我會諗嘅就係如果即係我因為我知道我係咪都會成功。咁我唔選擇20幾歲成功，我唔選擇30歲成功，唔通我選擇40歲、50歲？如果我40歲、50歲成功嘅時候，佢哋已經80、90歲，佢哋不能夠享受我送俾佢哋嘅嘢，係咪？咁呢一個就係我哋成功嘅速度，一定要比父母老去嘅速度快，係嘛？咁呢一個係我自己嘅價值觀嚟嘅。同時間頭先講呢段嘢都可以係另外一個話術去套翻落去啦。OK， 好，下條片繼續。